同菲律賓隔海相望嘅山打根，又叫做仙拿港，係馬來西亞沙巴州第2大城市。山打根位於蘇祿海之濱，海灣內闊厚窄，有馬來西亞東部第1良港之稱。山打根市中心呢一度咧，一共有4條街。咁我而家所在嘅呢一條咧係第4街，亦都係當年山打根唯一嘅一條街。但喺當年啊，呢一條街嘅兩邊咧，全部都係木屋嚟嘅。咁喺1943年日本侵略嘅時候，將所有嘅屋全部燒毀炸毀。依家喺山打根，再都難見到當年嘅舊木屋，只有40幾萬人嘅山打根，華人就佔咗3/4。佢哋好早以前就嚟到呢度謀生。山打根盛產木材，做家具生意嘅華人亦都唔少。夏宇興就係其中嘅一個。呢一日佢好開心，因為一早就接到一張家具訂單。每日都上去啦，一上咗我交低晒嗰啲工作啊，佢哋冇咩宣文嘅嘢啊，就咁我就走咯。咁就走。如果佢哋而家係有多少棘手嘅，佢哋就會俾個手提我傾下，即係喺手提唔能夠解決，我又飛翻上工廠。接單咧，接單係咪你去接㗎？接單我接嘅，接單我接。全部都係由你自己去抄。接單我接。6號係啊。從市區揸10幾分鐘車就嚟到夏宇興位於郊區嘅呢一間家具廠。呢度原來係佢哋屋企30幾年前買嚟做木料倉庫嘅。不幸嘅係，佢哋原來嗰間做咗60年嘅工廠喺舊年被一場無情嘅大火燒毀，工廠就唯有搬到呢度嚟繼續生產。呢一日朝早，夏宇興已經95歲嘅媽媽亦都棟住拐杖嚟到咗工廠。係一手一腳搞出嚟噶。呢兩手。係啊，嗰陣時啊。哦。因為我爸爸好早過世啊。當年夏宇興嘅媽媽屋企係做家具嘅，夏宇興嘅爸爸就喺對面嘅汽車修理廠打工，得閒冇事佢亦都會去到家具廠嚟幫手。咁樣一來二往，兩個人就識咗啦。後來就有咗呢一間家具廠。嗰陣時咧。兩個人做，差唔多做下，山打根好難請人，差唔多走去香港請香港師傅。嗰陣時，山打根冇人識做家具，佢哋唯有去香港請人嚟做，請咗5、6個工人，朝早5點幾，兩公婆就去到工廠，一直做到挨晚6點。當年佢哋嘅家具廠做出嚟嘅家具做工精細，信譽好，深得顧客嘅讚賞。英國女王亦都慕名派人去到佢哋嘅家具廠訂製家具。細細件嗰啲，佢哋好似櫃仔有，咩都有啦。哦，後來佢就俾咗個牌你哋，俾咗個位。俾咗一個獎牌俾你哋啊！你見過記得佢嗰個獎牌嘛？獎牌都燒毀咗，同火燭啊！夏宇興9歲嗰年，爸爸不幸離世，係佢媽媽將佢哋幾兄弟帶大嘅。我要啊！我1971年讀完書出嚟就喺屋企幫手啊！喺屋企幫手之後，師傅都好少教我哋噶啦。咁我就靠自己，將就開始拆出嚟，自己改研究啦，研究師傅點樣做，咁樣學到。隨住媽媽年齡嘅增大，工廠家具訂單亦都逐年減少。夏宇興嘅哥哥決定自己出去做建築，家具廠就交由夏宇興一個人打理。啲舊時做整嗰啲啊，咁唔使講，自己又唔係好熟啦，嗰陣時係咪？自己唔係好熟，咁有陣時都師傅問到你都蒙查查唔知道。自己咪慢慢學，咁人哋話就不恥下問啊，咩都問啊，我話中意問，咁就得到好多知識咁啊。幾年之後，夏宇興已經係做家具嘅行家，客戶嘅訂單又開始慢慢多咗起嚟。
正當夏宇興準備大展鴻圖嘅時候，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火，將佢哋苦心經營60年嘅家具廠化為灰燼。當時大唔大火？當時好大火，我企喺馬路邊啊，企唔到幾秒鐘，我都飛都唔切啦。啊！即係呢度就係你60年嘅心血啦，呢度。呢個位置。係咯，60年噶啦。哦，60年。好無奈啊！嗰啲叫咩啊？苦在心頭自己知。並冇毀滅夏宇興心中嘅夢想，依家佢將原來嘅木料倉庫改為廠房，繼續用勤勞嘅雙手去打拼屬於自己嘅美好明天。嗱，當年移民東南亞嘅華人咧，可以話非常之多啦。嗱，佢哋除咗將種植技術帶過嚟之外咧，亦都將中藥咧係帶埋過嚟嘅。嗱，喺山打根呢一度就有一間經營咗64年嘅中藥店。咁而呢一間中藥店嘅老闆咧，仲有我哋五邑開平籍嘅鄉親添。makan kacang, orang makan kangkung. 呢啲要中嘅。企喺櫃台前邊忙碌住嘅呢個中年男人叫做司徒世想，祖籍江門開平，係呢一間中藥行嘅老闆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司徒當初嘅專業並唔係醫學。我喺澳洲讀會計，會計翻嚟做工啦，喺出邊做工。咁會計同中藥冇關嘅，冇關嘅。冇關嘅。咁樣我阿爸講不如你翻嚟幫下我手啦，咁樣順便啦，因為我阿爸係我一個仔，咁我講冇變啦，我講算啦，就係咁。從澳洲翻到山打根，司徒就幫爸爸打理中藥店嘅業務。佢揾嚟咗有關中藥嘅書籍，熟記各種中藥嘅藥性、療效。好短嘅時間裏邊，司徒就掌握咗大部分中藥嘅藥性同埋用途。華人啱啱喺山打根開中藥店嘅時候，當地土著並唔係好接受中藥，慢慢情況有咗改變。好耐以前喺三巴地方啊，嗰啲華人啊，佢就咩？嗰啲華人就做店仔啊，咁樣有咩病啊？依一病係嗰啲華人就俾藥嗰啲番人食啊，咁樣佢哋習慣咗嗰啲中藥，佢咪出嚟山打根啊買中藥咯，咁啊變咗教育到佢哋啦。而家司徒嘅中藥店仲請咗一啲當地人，呢啲人好多都唔識華文，百子櫃中藥嘅藥名原來都係用華文書寫。呢啲文字對於當地人嚟講就好似天書一樣。司徒為咗使佢哋能夠記住呢啲中藥，諗咗個辦法，將中藥標上數字，咁樣當地人憑住數字就將呢啲中藥記得滾瓜爛熟。因為我讀書多諗出一個方式俾人哋好少少嘅，容易處理啊！如果你下下叫咗華人，叫咗老細自己上去攞，一人點做得咁多工咧？我哋梗係做唔要嗰啲工作啦。司徒覺得中藥唔單止可以喺佢哋中藥店賣，亦都可以推廣到超市裏邊售賣。佢就同店裏邊嘅老師傅商量，將一啲可以作為湯料食用嘅中藥配成一份一份，用塑料袋包裝好，放喺超市裏邊賣。果然，華人同當地人都覺得呢啲包裝好嘅中藥買翻去之後食用方便，個個都樂意購買。講起當初嘅呢個構想，司徒自己都幾滿意嘅。當時山打根未有人做咁嘅嘢㗎。我媽咧就老古董，
好笑咁，咁打包出去都有人買，你講喎。嗰時我媽係咁講啦。後嚟效果點啊？成功啦，到今日咯。而家有一件事令到司徒細想幾頭赤下，就係接班人嘅問題。咁而家你中藥呢個你啲細路仲有冇啊？好難揾接班人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全部都讀大學，由西化，佢哋唔想咁辛苦啊嘛，係咪？咁以後條路點行啊？諗住做到冇油啊，冇火啊，睇下點咯。或者有陣時啊，咁啱遇到啲好伙計啊，注入新血啊，咁樣咪等佢繼續咯。喺離山打根唔遠嘅思無市，朝早7點半，陳伯佑就開住小汽車翻到佢嘅西藥店。師傅話嗰度係福州人啊，呢啲差唔多有20-30間啊。講嚟因為我走得耐啦，講嚟而家前生活師傅，我覺得係我最大㗎啦。陳伯佑大學畢業之後考取咗藥劑師證。1985年，陳伯佑籌集馬幣10萬元，開咗自己嘅第一間西藥店。嗰陣時啊，藥劑行呢度好少啦，所以幾都唔錯啦，所以就慢慢咧越做越好咯。幫襯藥店嘅顧客多數都係華人，仲有馬來同埋其他族群嘅人。陳伯佑經常會用華語、馬來語同埋英語向唔同嘅客人講解各種藥品嘅效用。你有沒有胃痛什麼呢？有沒有檢查過？啊？如果一直很長時間，你就要去檢查一下，看下有沒有胃蟲啊。因為有胃蟲啊，你吃這個只是止一下而已，它不會斷根啊。你如果有胃蟲啊，你要吃那個去胃蟲的藥啊，吃了它沒有那個蟲沒有了，你再加胃藥吃一段時間，它就會好了。陳伯佑嘅藥店生意越做越大，生活當然亦都係越來越好。一家人亦都住入咗舒適精美嘅別墅。而家仲係我同我太太啦，我兩個仔係出咗門啦，睇吉隆坡啦，同我阿爸啦，睇咁3個對加埋一個就工噶啦，主人房啦，呢個有一個房間，我細佬哥一份嚟住噶啦，準備裝修啦。裝修整個卡拉 OK 房間。會講話嗎？會講一點。會講一點。看。呢一日，幾個朋友要嚟屋企作客，陳伯佑早就返到屋企，喺廚房忙前忙後，準備咗一圍豐盛嘅菜肴招待朋友。你哋啲親戚朋友啊，你平時有時經常過嚟呢度一齊聚餐嘅？有啊，有啲大節目啊，好似過年啊，有咩啦生日啊咁樣，時常一齊啦。同朋友圍坐埋一齊，品味佳肴，共聚友情，係陳伯佑最開心嘅時刻。
好。幾部係啦。最初嘅。就40年歷史，呢幾把都係。Sebelum 6,5. Ini oke nih. 喺馬來西亞思慕市呢一條老街上邊，趙偉林嘅裁縫店開咗好多年。佢自己係老細，當然亦都係一個手藝幾好嘅裁縫。佢手上嘅呢把鉸剪仲大有來頭添。呢把鉸剪咧係德國牌，咁樣我爸留落嚟，咁樣已經有40年嘅歷史啦。趙偉林嘅童年就喺爸爸開嘅裁縫店裏邊度過，每日大人喺店裏邊做衫，佢就喺店裏邊玩，攰咗就喺裁剪台下邊瞓覺。呢個就喺我都係10歲、9歲、10歲咁樣啦。10歲啊！即係咁細個就已經跟住阿媽學半玩半學半做咁樣啦。半玩咧就已經曉釘紐啦。跳褲腳啦，咩嘢都可以噶啦。差唔多我一個細佬硬更加叻啲，係9歲啦，都可以舉呢啲舉拉鏈啊，舉褲啦。不過未曉試話講切成條褲，未有咁樣嘅功力啦。不過你講普通簡單呢啲啊都可以噶啦。呢一間裁縫店做出嚟嘅西裝喺思慕好受歡迎，平時好多當地人都中意嚟呢度訂做西裝。到咗旺季，趙偉林屋企嘅裁縫店更加係忙得不亦樂乎。OK， thank you， 呢個時候咧單好多，尤其係喺新年啦。我哋呢度有成幾個季節啊，一個係佢哋呢度啲馬拉人啊，佢哋馬拉面咁，仲有啲係呢個我哋所講嘅呢啲口字啦，呢個土著啊，佢哋係有成就有兩個年啦，咁總共係3個季節啦，咁呢個就最忙嘅啦。啲新，有呢啲，用呢頭機咩表啊？攞呢咧？唔記得要。Okay, yes. Thank you very much. Okay. Oh yeah, TV ya, you are in TV now. 仲係呢一間老店，仲係呢一把鉸剪。趙偉林依然默默咁工作，剪裁住衣衫，剪裁住自己樸實無華嘅人生。江門新會人，我係梁志輝，廣東開平人。我係司徒世祥，我係江門開平人。我係趙偉林，我係廣東新會三公人。我係譚啟峰，江門新會人，而家喺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。我叫陳文橋，我係新會三公人。我係陳柏佑，係新會梅工人，而家喺馬來西亞事務司。水呀夢裡的他，風中雨中走着我們幸福的家。
山啊水呀梦里的他，风中雨中住着我们幸福的家。